和尚们，听着，今天你们死定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放箭！快走！美女，我给你一条活路，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来。你不是要进京去杀皇帝吗？还有大事要做，为什么跟和尚混在一起？就这样死了，你该多亏呀！姑娘，连累你了。师傅送我那个珍贵的礼物，我答应师傅要救你们一次。今天只有我能救你们了。这样吧，我在前面冲，你们跟在后面。不行，硬冲是肯定不行的，要想办法智取。怎么智取？我有办法。美女听着，我给你1刻时间，好好想想。如果你再不走出来，就要跟和尚同归于尽了。我可真为你可惜啊！怎么样，美女，想通了吗？活着怎么也比死了好。你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是土匪。其实像你这样心狠手辣的人，对我这么好，也是不容易的。这句话说得好，我爱听。你放我走吗？我放你走，但我不放他们。你知道，这么长时间，我对你一直是很宽容的。那你放我走。好啊，走这里。对，这就对了。走吧。我早就防着你这手呢，知道吗？我也防着你这手呢。哎呦呀！好，去死吧！好，走，走。美女，还是跟着我吧，整个山寨就都是你的了。
向你们快走！地方看看。快！走，快走！走。走，快！老爷，走，快走！好，好，太好了！你们打得太好了，你们替本县百姓除了一害。你认识我吗？姑娘，你有事儿吗？你应该认识我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姑娘。胡说！你和老妖子是同伙。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你忘了，我们见过面的。这是本县的县太爷，朝廷命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次立了大功，土匪头目呢？我们还没找到，不能让土匪头目跑了。干嘛干嘛？都是自己人。好了，赶快去抓土匪头目吧。等官兵撤出后，就把寨门关上，然后把这所寨子烧掉。和尚们呢，一个也别让他跑出来。我们真应该抓了他。他是朝廷命官，我没有任何证据，怎么抓他？我看见他和老妖子在一起。可他就是不承认呢，就像刚才一样，我们怎么抓？所有和尚都听着，你们都到这边来集合，接受县太爷奖赏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们又被左县令给包围了。啊！左县令完全可以找个理由说和尚和土匪是一伙的，趁机把我们消灭掉。大家站在原地不要动，不要乱动，让你们在这里等着。说，怎么回事？是让你们在这里等着领赏。你没有说实话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姑娘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本县的捕头，让我走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你们这样是犯王法的，让我走！
想到，我经营了一辈子的山王大寨，让几个小和尚给毁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事情我已经摆平了，不要再招惹他们了。可你偏不听啊！住口！还轮不到你教训我的时候。我要给他们来个鱼死网破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和你没关系。怎么和我没关系啊？你要惹出大祸来，我们俩都得完蛋。哼！救！快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都被他们关了起来，又设了个陷阱。我们赶快撤，走。等一下，快告诉我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这个地方在山顶上，三面绝壁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你们是出不去的。左县令要把你们全部烧死在这里。快来！打开门！关上！不行，硬冲是不行的。大家别急，先等等。灰度，跟我走。师兄，你干什么去？没有第二条路，我们想别的办法。走。我们得想办法下去。等天稍稍黑一点，就准备开始烧寨。别敲了！别敲了，听见了吗？哦，施主二度造访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我要用这支烟杆敲死你！烟杆虽好，可是用来做武器，怪癖中带着几分邪毒。闭嘴，老和尚！我老腰子绝不甘心败在你的手下。今天我杀了你，就一了百了了。老腰子在哪里？官兵已经包围了这里，你说不说实话，都会被烧死在这儿。现在只有我们能救你。是左县令把老妖子救走的。现在风从北面而来，正是好风向。准备放火，
你们要干什么？打开城门，把他们放出来。这是官府的命令，和尚们密谋造反，将你们全部剿灭。你亲眼看到我们剿灭土匪，把土匪全部交给了你们，我们怎么是预谋造反？是左县令对我们将军说的，来的时候都说好的，土匪们压倒，就把你们全部剿灭，以免后患之忧。这个王八蛋左县令，还有那个狗屁将军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少林和尚，没做任何坏事，没有任何反叛之心。你命令官兵全部撤退，放和尚们出寨。这是将军的命令，我怎么敢违背呀？里面是上百个无辜僧人的性命，他们无罪而过，你就忍心杀他们？你杀人抢劫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人生一世，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，何必与人为难，与己为难？事到如此，难道你还看不破吗？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善恶，善恶本来就说不清楚。我今天你就领死吧。我相信你是个有良心的人。阿弥陀佛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把所有的火把扔在山沟里，走。施主，你与老衲之间，你是死的。老衲即便被你所杀，老衲也是活着的。善根乃人心之本。老衲心存善心，随死犹生，而你本性迷失，随生又死。老衲要奉劝你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好，如果你要是肯让我打够100下，我就放下这烟杆，立地成佛。好，老衲答应你的这个要求。让我打100下，不许还手。一言为定。来，老衲就受你这100下。好，那咱们就来吧。嘿！站住！左县令，快出来！怎么？各位师傅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别装了，把老妖子交出来！老妖子？你们把老妖子给我了吗？里面没有人。快说，老妖子哪儿去了？我就说过，我应该跟你们要老妖子才对。怎么，怕了是吗？老衲以善良对邪恶，何惧之有？其实我可以放你一马，只要你跟我做土匪，也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那么我就饶了你。我们已经有过约定，打够100下，你就弃恶从善。来吧，我是答应过你，打够100下，我便为你所降服。但是我没那么傻，我只要1下，就让你的脑袋开花，送你上西天了。是你把老妖子救走的。
姑娘，口说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本县与老妖子相识？本县乃朝廷命官，岂能与土匪勾结？姑娘，说话可不要血口喷人呐！可以让我们在你的随从中查一查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这样搜查朝廷命官，那就是对皇上的不敬，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。不过，本官一向清明，念你们剿匪有功，就不计过失了。狗官，你别想走！你们还想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犯了罪就完了吗？本官何罪之有？你跟我说清楚。你勾结土匪，狼狈为奸，这不是罪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这是凭空想象，根据在哪儿啊？证据在哪儿？我杀了你！你怎么会杀一个无辜的人呢？我是朝廷命官，杀了我，你是犯死罪的。少林寺，赶紧回去！这。去少林寺。不，我不能打一个没有武功的人。这100下，就让你的弟子们承受吧。如果他们能承受得了100下，我照样放下烟杆，立地成佛。怎么样，老和尚，你可不能破了誓。师傅，你师傅让你们接我100下，不许反抗！快放开师傅！慢，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，回头是岸。对呀，小和尚，那你们谁来接我100下，替你们师傅受罚？好，我先来。慧远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！来打我！好！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快收手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和尚，你们答应我，让我打够100下。啊！三师兄，快！你这死妖怪！是他，师弟兄！姑娘，雕虫小技！和尚们，哪一个再来？仙音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哪个再来？谁还来？我来！慧空，慧空，你？等等，怎么了？还剩最后2下，慧空，你们放心，我能挺住。小兔崽子，1下就能敲出你的屎来。又怎么了？好了！
会哭。没事儿，还有最后一下，再来。老妖子今天就是来要你的小命的！师兄，救命啊！住手！法轮常转。龙腾虎跳。再来！猴子摘桃。门儿都没有！如鱼得水。小心，别让他喷火！美女，放清醒点吧，现在跟我走还来得及。死妖怪，你休想！和尚，你也尝尝老妖子的厉害。今天我就要火烧少林。徒弟们用达摩棍法。是，师傅。拿棍。哎，接着。老妖子，哼，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！乘风破浪。大太不亮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他！火海无边。啊！舅舅！快救救他！啊！快救救他去啊！啊！快！救救我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啊！快！
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快拦住他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哎呦，快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舅舅，你可把我害了呀！师傅，那位姑娘伤势如何啊？她睡着了。这位姑娘手臂受伤，我要给她换药，可她就是不让我给她换。小娥姑娘，辛苦你了。老衲回头再来。师傅，梅兄弟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能不能也教我几招少林武功啊？哎，我不是要偷学你们的武功，我就是在遇上坏人的时候，也可以出手相救，不识男儿本色嘛。你的身后是什么？啊？打狗的。打狗的。慧奴。师傅，你把咱们的少林棍法变化一下，交给梅兄弟，让他作为防身之用。师兄，你快教我吧！去打狗去！我打了。是狗厉害还是你厉害？奶壶不开提奶壶。记住，你不要打到狗，也不要让狗咬到你，传授完毕。不教拉倒。吴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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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当。有啥不敢当的？你教我武功吧。你看，我比你大那么多，还得屈尊叫你声师兄，就冲这个，你得教我啊，师兄。让我想想。想想。小娥，看见我那把剑了吗？哦，刚才还在床头呢，你别着急，慢慢找。刚才谁来过？只有师傅和慧空来过。
姑娘，我来取我的剑。剑？你说这把剑是你的？正是。姑娘用什么证明说这把剑是你的呢？那师傅以为这把剑是谁的？这把剑，师傅认识这把剑。多少年前，因缘际会，老衲曾经见过这把剑，只是不知道这把剑如何到了你的手里。许多年前，因缘际会，这把剑落到了我的手里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这把剑的主人已经死了。这把剑的主人不在世了，可是他的女儿还在。这个伤疤是我爹当年抱着我逃难时留下的。你真的是我的女儿？你是？你就是我的女儿。你还活着？我也真没有想到你还活着，我的好女儿。父亲。那一年，我决心不再卷入战争厮杀，解散了手下的10万大军。当我匆匆赶回家里，却看到了残忍的一幕。西月。将军，把孩子给我吧。西月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士兵重重地包围了我们，我真是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，难逃厄运。我没有死，我被家中的老仆所救。叔带我在民间隐居起来，并且抚养我长大。
他要我学习武功，将来找仇人报仇。从那以后，我把所有的仇恨都埋藏在心里。为何出家？你怎能出家？你既然活着，又有一身旷世武功，为何要出家？这天大的血仇，你忘记了吗？我想忘记，但是很难忘记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一幕一幕的惨剧，就像刀子一样，在剜我的心。那你为何不找仇人报仇？你回答我。孩子，有些话是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。你的父亲已经看破红尘了。当初我跪在我的师父面前立誓，今生今世不再动血腥。所有的仇恨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都被我压到了心底去了。你说什么？老衲已经是一个出家之人，一个全部的身心都已经归于佛祖的人了。你说，你把仇恨都压在了心底，这跟忘记了还有什么区别？你不去想了，你忘记了，可是你还记不记得，全家人都是因为你而死，他们白白的为你失去了性命。你让我好失望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你们刚才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你们两个什么也没听见？没有。我们回房后便睡了，没有听见什么响声啊。我好像听到了有女子的哭声。但是听着听着，又没有了，真是有点奇怪。方丈多虑了。这是客栈常有的景象。客栈与一片树林毗邻，每到起风的时候，发出的声音好似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，会不时地传来，所以还望方丈能安心就寝。哦，那就是贫僧多虑了，请店主见谅。哪里，是在下照顾不周，忘了提醒三位师傅。店主不要客气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各自回房去休息吧。三位师傅安心休息，明日一早我会提早请三位师傅一行上路。
多谢店主。胆敢加害我师父，到底是何目的？该露真面目了吧？哼，店主，哼，果然是你！阿弥陀佛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在客栈设下圈套？追！不必追了。此人轻功上乘，镖一出手便迅速逃走。如果没有几分功力，未必能追上他，说不定又会中了他的圈套。此人看来和店主是一伙的，所以才会杀人灭口。师傅，你看，其他的没有任何东西。他们肯定是算准了我们会从此经过，才布下客栈这个局。他们到底是何居心呢？师傅，奇怪呀，奇怪，他们到底是谁呀？师傅，慧远，慧人，此客栈中还藏有蹊跷。走。师傅，3个包袱少了一个。少了的是袈裟和经书。达摩袈裟，祖师爷的达摩袈裟，达摩袈裟没了。你看，那贼人偷的是我的包袱。这可惜，小娥为我做的那件袈裟我还没穿呢。这个贼人，他不是和尚，他要袈裟干什么呀？挖空心思来偷的，又怎么会是无用之物呢？只不过，他们偷走的，并非是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师傅，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，而我们现在的关键是要救人。你们听到哭声了吗？
在这间客房里，一定藏着有一个人，此人处境非常危急。师傅，根据情况，应该是昨天后晌断的气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他的这个伤势，看看这里边，就在这里。快点，快点！井下有人吗？有人抓住绳子啊！有人，有人，有快，有人！使劲，使劲！慢点，慢点！别让他碰了头。把绳子给他解开。把他绳子解开。好，快解开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女施主。别跑！你不要害怕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相公，相公，你死得好惨呐！不如让我和你一起去算了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我怎么去给你报仇啊，相公？施主，你们家相公是怎么死的？就是你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和尚！我和相公好心的施舍你们，你们却恩将仇报，将我相公活活打死！我要你们还我家相公的命！施主，你认错人了。这位女施主，你误会了。我们师徒三人是今天晚上才到达此地的，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，还希望女施主道明原委。我们师徒三人一定尽力的帮助你。我们要想害你，刚才何苦把你从井底救上来？救苦救难的菩萨，请为我家相公讨还公道。相公，你死得好惨啊！阿弥陀佛。哎，老人家，刚才贫僧是否有所冒犯？不用在老汉面前惺惺作态。你们少林弟子在外闲游乱逛，没什么稀罕的。老人家，我看您是有所误会啊，还烦劳您说明原委，好让贫僧知错就改。好，既然让老汉说，老汉就不客气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佛门弟子竟然在村子里喝酒吃肉闹事，简直败坏风俗，成何体统？佛门管教森严，难道管教的都是像你们这些少林弟子吗？老爷爷，您是糊涂了，我们少林弟子怎么会跑到村子里喝酒吃肉呢？嘿嘿，就算老汉胡言乱语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哎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不行，
你得把话说清楚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诬赖我们？快走！二师兄，等等我！灰奴，你干了什么荒唐事？哎呀！三师兄，你别再添乱了。梅兄弟在外面惹祸，你又在村子里闹事，要是让师傅知道了，还不急坏了？我让你逍遥，我要替师傅惩罚你！哎呀，好呀，哎呀，好呀，哎呀，好呀，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呀，好呀，好呀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在村里喝酒闹事，不成体统，该不该打？谁在村里喝酒了？谁在村子里闹事了？还想狡辩？我堂堂一个男子汉，说话算数，信不信由你。我能证明，他喝的是水，不是酒。老人家，你好好认认，在村里喝酒闹事的，是不是他？不是他。你别害怕，但说无妨。真的不是他，是另外一个光头和尚。请问施主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家小店一直是由我家相公亲自辛苦操持，聊以糊口。昨日傍晚，店里突然进了几个和尚。领头的是一个年轻和尚，手中握着一根棍子，一坐下便吆喝着上酒菜。我家相公看几人来势汹汹，便嘱咐我小心伺候。没想到他们酒足饭饱后，有一和尚竟还对我动手动脚，无理取闹，向我们夫妇二人开口索要钱财。我家相公看见之后，忍不下去，与他们争斗起来，被那拿棍的小和尚打倒在地。我苦苦求他们饶了我家相公一命，那小和尚不但不理，竟指使其他和尚拳脚相加，将我家相公活活打死。他们抢走了店里的积蓄，有一个和尚还想非礼我，我逃向后院，无奈跳井求死，可是没有想到，阎王爷饶我一命，让我苟且活了下来。师傅，那个拿棍的和尚真的是梅兄弟吗？宋山少林的名誉，岂不是被他一手葬送了？短短半月，梅兄弟不可能变化这么大，其中定有原因。是这家吗？哎，回！西月，我们几个不便进去打听，麻烦您代劳。嗯。哎呦，客官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哎，走啊你！小二，嘿，来了，客官。哎呀，您是要吃点什么？还是
还是在我们这儿避难啊？避难啊？来一杯。唐公子，你放心，本姑娘既不用避难，也不会给你惹麻烦，只想打听一件事。打听事？您看我们现在这么忙，您打听事？客官，看您客气的，有什么事您问。听说村子里来了个喝酒闹事的和尚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您算是问对人了。那和尚来了，他就坐那儿。那个和尚啊，他还喝酒，还吃肉，他还调戏我们老板娘呢。啊，真有此事？真的。您看，我们老板脸上的伤就是被他打的。您看，那人后来去哪儿了？走了，他连酒钱都没给就走了。我们忙着收拾，也不敢再上去跟他纠缠。知道了。客官慢走啊！花两钱。2好，5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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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匹吧。现在是什么世道？这和尚又吃肉又喝酒，嘿，他还碰上桃花运了。哎，还没怎么够，干活去。来，拿来。666，你过去来。我刚才看过了，那位店主的确是被棍棒所伤，只是脾脏出血而死。他的伤势和在少林寺死去的那个僧人十分相似，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巧合，还是另有蹊跷。哦，请问施主，那个使弄棍棒的小和尚的长相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我心里害怕，浑身发抖，不敢抬头张望。那小和尚大约15、16岁。让一让了啊！那和尚会跑到哪儿去呢？该找的酒楼、街巷，咱们都找过了。继续找，说不定能打听到梅兄弟的消息。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看看大家的眼神，怎么都觉得你们像3个贼和尚。有种你给我出来！敢跑到嵩山少林寺门前惹是生非，看我怎么饶得了你！回头，过来！你想干什么？包子，刚煮过的包子，压了，下来！快点！大！哎呀，嗨，又输了。你什么人？从哪儿来的？为何到嵩山少林寺送信？我，哦，请施主节哀保重，贫僧告辞了。走吧。这一段的行程，我们要连夜赶路，不要再投宿停留了。
以免再添是非。请国师过目。好新的一件袈裟呀，就是布料差了点儿，做工也一般。主公，3件袈裟我特意仔细比较了一遍，就这件还算能挑来见国师。主公息怒，如果这件袈裟您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再给您找就是了。一群蠢材，滚！得不到的，我就越是想得到它。师傅，偷袈裟的黑衣人发现偷的不是达摩袈裟，会不会再找机会对我们下手啊？他们面目不清，躲在暗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？心中有欲，何用再引？不管他使的什么招数，我们只有以不变，方能应万变。什么？什么不变？那黑衣人怎会善罢甘休？那4个和尚，和他会不会有关联呢？还有梅兄弟。你所要的答案是问不出来的。是水，就让它流吧。等水流尽了，石头就显出来了。找不到那和尚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那封信如果有问题，师傅他们上邺城岂不是很危险？那还站着干什么？办法只有一个，我们马上出发去邺城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师傅没去邺城。和尚也说谎，你的2个师兄弟都说方丈去了邺城，你为什么要否定？你的师傅去了邺城，究竟干什么？我说错了，师傅没去邺城。小师兄，你这么小也学会说谎了？三师兄，你说实话。好了，没有错，师傅是去了邺城。现在看起来，师傅可能有危险。我马上赶往邺城。灰弩、灰空，你们2个留在寺中看守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要再耽搁时间了。我连夜出发赶往邺城。如果你们2个执意要去，我就告知师傅，按违反寺规严惩。师妹，也请回吧。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对师妹的禁令，师傅还没有解除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要去。你凭什么点我的穴位？你有什么理由阻止我？没有理由。如果你担心我会牵连你，我们各自上路，互不相干。站住！只要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答应你不去。什么问题？这世间除了佛，你难道就真的和你师父一样了无牵挂了吗？如果是，立刻放了我。我不过是佛门之外的人，安危无需你牵挂。如果不是，就代表你承认在为我担忧，六根不净，没有资格秉持清规戒律。
师妹，师傅一切都是为你好，别让师傅为你担心了。二师兄，慧努、慧空师兄都不见了。嗯，你们看前面是什么？师傅，那不是邺城吗？进了城，总算能歇歇脚了。人多之处是非多呀。师傅放心，我和四师弟会小心谨慎的。慧仁啊，你先进去看一看。好，我去吧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等我打探消息之后，咱们再商量如何行事。慧远要多长个心眼儿啊！你老不放心我，其实我的心眼一点不比他们少。好，去吧。师傅，找个地方休息吧。好啊。师傅赶出少林，怎么惩罚都行。如果不让我去邺城，要我待在少林寺，只能让我活活憋死。明知师傅师兄有难，我和三师兄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你们怎么出的寺院啊？没被发现吗？我们从寺院后门悄悄地溜出来，挑了一条没人走的山道赶路，正好在半山认出了你，就追下山来。这样好了，我们三个可以结伴同行。西月姐姐，一路上你就由我们照顾你吧。你哭了，是不是担心师傅他们呀？你告诉我，我好帮你。不是因为你那二师兄能把人气成这样吗？二师兄啊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固执起来太像师傅了，不通情理。我看是不近人情，同是师兄弟，为何为难我们呢？说够了没有？想和我一起走，就别再提这个人的名字，我不想听到和他有关的任何一个字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我们。二师兄，你就答应我们和你一起上路吧。别求他，有我在，看他能把你们怎么样。哼，让我听听，你们路上是怎么骂我的。等见到师傅，让他老人家惩罚你们。二师兄，师兄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。师兄，刚才我们说的是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哼，哎，师妹，薛姐姐，等等我们。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施主不必在意，只是一个波而已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呦！烦劳施主。让一让请问施主，师傅真有眼力，我这小摊上的香粉都是真正上等货，不买最贵的，只买最讨女人喜欢的。我看你来盒，来一盒吧。我一出家和尚，怎么会要这些东西？施主别开玩笑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我看最合适不过了。刚才有位师傅也买走了几盒。施主，你真是误会了，我是来化缘的，不是来化脂粉的。你从外地来的？我是想跟您打听叶泉寺院怎么走。你来投靠？不是，我是少林寺来的。我这是小本生意，请师傅到别处打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施主，施主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施主，施主，不知道。施主，你别走啊！慧仁小心！
终于出现了！你们这些贼子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谁来了？哎呦，小师傅你来了！哎呦，来！哎，别急着走啊，别急着走啊！哎呀，我们这儿的姑娘都想死你了！哎，小和尚，来！哎，你别急着走啊，过来！哎呀，过来呀！什么急呀？过来！哎呀，姑娘们快点招待小和尚！哎呦，小和尚还慢着点啊！哎呀，小师傅，我们怡红楼的姑娘啊，个个都是水灵灵的黄花闺女，包你来一回想2回呀！别念你那个什么经了，快点！我们姑娘都等着你呢！啊，别念经了！哎呦，姑娘们来呀！哎呀，快招呼小和尚啊！和尚快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说，师傅，就是你说的那个胖和尚，看真切了吗？没错，我们把他骗到妓院了。慧人，来，快走！师傅，你快走，我保护你。你走！看，快点！哎呦，你别跑啊你！你这样说，跑什么呀？别跑啊！来呀！过来吧！小和尚，别跑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打你了！哎呀，你吓死我了你！哎呦，你别跑啊你！跑什么呀？哎呦，在哪儿呢？哟，跑那儿去了！哎，你别跑啊你！哎呦，师傅，四师弟，师傅，四师弟。师傅，嘿，三师兄，你出汗了，我给你擦擦啊。好，哎呦，三师兄，你走路不长眼呀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的手干嘛使的？干嘛用手挡着我的眼睛？哎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来，快起来。大家累了，不如休息片刻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些水来。不用，我们继续赶路，走。三师兄，我现在又渴又饿，你把我摔了，现在罚你一个人去化缘。凭什么？饿的又不是我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又不光是我一个人吃，还有虚月姐姐，她也赶了1夜的路。
他很累啊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前面就是村子了，我们到了村子再稍作休整。师弟，道恒，十几年不见，师弟可好？我这般款待师弟，真可谓用心良苦，甚至于可以说是冒险相救。你既然要救我，就把我的穴位解开。你有求于我，却不肯叫我一声师兄。哎，和师父一样，对我无情无义。罢了。自从被师父赶出少林，我无一日不惦念嵩山，无一日不挂念师父和师弟。好了，如今我想要什么，就能得到什么。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。说，把粮食放哪儿了？不说，说是吧？求求你放开我的孩子，放开孩子！我摔死你！住手！大胆！什么人呢？报上名来，看爷爷怎么收拾你！禽兽不如的东西！不扒了你们这层皮，我就不是佛门弟子。三师弟，稍等，佛门岂能有你们这样的败类？最好从实招来。识相的走开，别碍了老子好事！哼，竟敢口出狂言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师兄，废什么话？先教训了再说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拿下！1个月前，我已经成为当今大齐的堂堂的国师。你竟然投靠了高阳？嘘，师弟，在邺城之内，敢无理的直呼齐王大名，这可是死罪。修道苦志，当念往劫，你却舍本逐末，与道相违，迷途不返呐！当年赶我出寺院的时候，你们给过我退路吗？20多年前，师弟全家被满门抄斩，沦落佛门。难道这也是你愿意选择的退路吗？能得圣人指点，归于佛门，这是我的造化。可又何曾想到造化弄人？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
还请师弟能宽宏大量，原谅我的无心之过。从何说起？我一时疏忽，说漏了嘴，竟让皇上得知师弟一直隐居少林寺，只怕师弟不但会自身难保，嵩山少林也会因师弟而惹上灭门之灾呀！小哥哥加油！停！你们几个手持兵器打我一个，算得了什么？等一下！小弟弟，你家有扫帚吗？嗯，在哪儿？哎！好！快说，你们从哪儿来的？爷，是噎着了，还是叫爷爷？快说！小的们是叶泉寺院的僧人。啊，叶城，你想怎样？如今能救少林寺、能救师弟的人，就只有我。念及过去的旧情，为少林寺做任何事情，我都责无旁贷。不过，凡事都应该有个你来我往吧。啊，终于说到你该说的了。没想到10多年的过去了，你还是老样子。那又如何？人算不如天算。10多年了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我也是少林寺的大弟子，可为什么传承的人却不是我？这就是你想要的条件？师弟，不该再用过去的眼光看我。总之，嵩山少林跑不跑，就看你答应不答应。叶城真出了佛门败类。既是僧人，怎么会伙同官兵欺压百姓，做出丧尽天良的事？是谁在指使你们？还不老实交代！大爷手下留情，我们出家还不到3日，不过是剃了头，换上一身和尚袍，算不得真正的出家人。以前整日在街上游逛，听说当了和尚能够混得好吃好喝，所以才进了佛门。放屁！你们进的能叫佛门吗？分明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恶棍！你们方丈是谁？这一切都是谁指使的？小的也不清楚。被人推荐，刚穿上和尚袍就被派到这里收贡粮，小的什么都不清楚。你们认识一个叫梅兄弟的小和尚吗？说，小的没见过，只听说一个叫梅兄弟的在月泉寺院收徒弟教武功，小的没这个福分。梅兄弟真的变成了那样的败类吗？好了，放了他吧。去！回去告诉你们方丈，也告诉叫梅兄弟的和尚，有朋友从嵩山来会他们，让他们别忘了恭候。好。等等，是你自己脱下僧袍呢，还是？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呦！时间不多了，望师弟谨慎考虑。
没想到数年后还能遇上他。请。多谢。你要谢师傅，这些药都是他给你找的。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花，志不得有无而行大悲心，一切无涅槃，无有。给你师兄念一遍。是，师傅。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华，志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，一切无涅槃，无有涅槃佛。师兄，师父讲的经文我全抄在上面了，你拿去看看吧。谢谢恩人呐，谢谢，谢谢恩人呐，谢谢恩公，谢谢恩公呐！乡亲们，快请起，快起来！谢谢恩公，可你们一走，我们大家又要遭殃了。就是，不用怕，你们要走，我们去邺城查清原委后，定会给大家做个交代。谢谢恩公，谢谢了。谢谢恩公，起来吧，快起，谢谢恩公，起来吧，谢谢，快请起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谢谢啊。好，三师兄，咱们俩骑一匹马再合适不过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要不是我和你吵吵嚷嚷，你哪有那么大火气骑快马赶路啊？哎呦！赶路要紧，快上马！驾！你悟性聪慧，必成业孽。我立衣钵为你所传，方可发扬光大。道行，师傅，徒儿知错，徒儿不是真的想偷师傅的袈裟和经文，也没有对佛祖不敬。师傅，无所求行，世人常迷，处处贪著，名为之求。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也。你既六根不净，又何必留在少林？
师傅要怎么责罚都行，可千万不能把徒儿赶出少林。师傅，师傅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大师兄不过是一时糊涂。若能信接此理，应当称法而行，为除妄想，早日重修正果。为师也只能按法行之。师傅，师傅，求您原谅大师兄一次吧，我愿和他一起受罚。师兄，我嵩山少林，命中当此一劫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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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太巧了！哎，大师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师傅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傅呢？四师弟呢？大师兄，你快说话呀！大师兄，你快说呀！说话呀！到底怎么了？师傅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大师兄，师傅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和四师弟不见了。谁干的？我不知道。你说呀！大师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师傅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大娘，讨碗水喝。你坐着，我给你倒啊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上马！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站住！我们要见寺院方丈，请二位师傅领路。方丈不在寺里，请回。那就把梅兄弟叫出来，我们有急事找他。师傅也不在。师傅，梅兄弟成师傅了。再不让开，我们可就硬闯进去了。两位小师傅，既然不让我们进，就烦劳你们通报一声，我们的确有要事求见寺院方丈。你们耳朵不好使，我就再说一遍，听清楚了，不在。敢在寺院门口闹事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真不知道叶泉寺院的和尚有多大能耐。我倒要比试比试。哎嘿，嗨嘿，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呐！就是他们！
的声听上去有气无力的，一天没吃东西了吧？光喝水怎么行啊？快把这碗粥喝了吧。多谢施主。啊，你是个和尚？贫僧是少林弟子。请问大娘，叶泉寺怎么走？哼！请问几位施主，刚才你们提到叶泉寺院，师傅饶命，小子们快了！我不过是问路，你们何故如此惊慌啊？哎呀，师傅饶命！那个少林和尚在那边，别让他跑了，快！少林和尚，杀人凶手，快自首吧！和尚竟然会使用兵器，庙门开得真够大，不见识见识，怕明白不过来。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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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何人在本寺院门前挑事，大声喧哗呀？您就是叶泉寺院方丈，在下正是本寺院的方丈，有何事请教啊？我们是嵩山少林弟子，我师父应您书信之邀，前来邺城，却突然失踪，请问方丈可知下落？哦，原来是嵩山少林的远客，有话请到里面说吧。你说让他们进就让他们进，那我们岂不是太没面子了？哎，小师傅，这5位都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望请见谅。出了事儿你顶着。走。请吧。请。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。还装糊涂！你看你浑身是土，还有血迹，不是凶手是什么？我也是被打劫的，你们该去抓那些蒙面坏人。哼，小和尚，你骗不了我们，拿下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快！站住！哎，在那儿呢！你们被骗了，去抓那些坏人吧！追！师傅，没有茶杯了。什么？没有茶叶，也没有茶杯了。哎，再去找找。不用麻烦了，无需侦查。别抢我的酒，喝一口。你给我！你敢抢我的酒？放手！你给我！站住！谁抢了就是谁的。拿过来吧你！好喝。方丈，这里为什么会这样？老衲为何会落到这般境地呀？哎呀，实乃老衲之过，愧对佛祖啊！方丈，快快请起，有何难事，请慢慢说。邺城寺院临近皇宫，因顾及皇上的猜疑呀，寺院一直不敢有武僧，也无练武之风啊。半个月前呐，突然来了一个少林小和尚，
扬言传授独门武功。寺院中有一群弟子原本就不服管教，小和尚一煽动啊，他们都纷纷投靠门下，更加胡作非为。我呢，年老体弱，力不从心，才让寺院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呀！煽动事端的小和尚，就是方丈在信里所指的少林败类。这都是啊，老衲管事无方，才惹得一群无知小辈，竟在佛祖面前无视清规戒律，毁坏佛门声誉。方丈恐怕还忘了一个人吧？此话怎讲？你派去送信的和尚回来了吗？你应该去问问他。老衲不明白女施主的意思。你那徒弟在村子里喝酒赌博，可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施主此话当真？我们4人亲眼所见。哎呀，他也在欺骗为师啊！那送信的和尚也是假的了？是啊，确有其事。信呐，也是老衲亲笔写的。我也一直在等方丈的音信呐，没想到哦。方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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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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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出去！开门！开门！你不开门是不是？好，你不开门啊？那我砸东西我砸东西，我看你开不开门。我砸！我真砸了啊！我真砸了！我砸了一个值钱的东西，我砸了！你来看看我砸了！你听见没有啊？别抢！哎呦！好嘞了，来，压大！哎，买这一手，耍赖！多少啊你啊！真想好好教训他们。打探消息要紧，就问他们俩。两位师傅，手中拿的是打狗棍吧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一根棍子有什么好看的？倒是这位女施主，听说夜泉寺院有位师傅在教武功，我也想学，不知该到哪去找他。你小子是真想练武，还是贪图享乐，也想像我们一样做天下最逍遥自在的出家人呢？真是有什么样的师傅，就有什么样的弟子。说那位师傅在哪儿，我好马上拜师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他不在寺中，我今天也没有见到他。着什么急呀？不过有诚心拜师，不如和这位女施主一起到我们房间耐心等候。姑娘，别不好意思，既然敢来我们夜泉寺院逛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给我让开！敢再上前一步，别怪本姑娘不客气。你不理我，我还砸！你听见没有啊？我真砸了啊！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我都砸了，你得赔死！
我真咋了啊？哎呦，中了！我去你的吧！你听见没有？我咋2个了？我真咋了？哎，听见没有？不开门！说的没错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只是我们初来乍到，暂时不想打扰了。你们又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敢在我们叶泉寺里挑事儿，找挨打了吧？我现在正浑身冒火，手痒的难受。你们要愿意的话，领教。我崽儿我！哎呦！有反应没有啊？开门！叶泉寺院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，其中必定藏有蹊跷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那个信僧就在寺院当中。我们不如暗中多加留意。新月、慧努、慧空，你们躲在暗处，监视寺院四周，注意可疑行踪。我和大师兄到城里另外一座寺院打探下落。如果见到梅兄弟，就把他抓住。我们天黑时碰面。我想自己去打听试试。情况复杂，任何人不能私自行动。师妹，师傅和四师弟已经没了音信，梅兄弟也找不到。你再出事，我们怎么向师傅交代啊？我不是想给你们添麻烦，只是一路上走来发生的事看来十分蹊跷，其中一定有阴谋。我想到附近打探些消息。哎，这些啊，就交给我和大师兄就行了，你们一律原地待命。慧努，你都听清楚了？清楚了。任何人不能胡来。哎，你们一定要到皇宫附近打听试试，此事定与齐王有关，没准是那狗羔羊设下的计谋。师妹放心，交给我们了。不开门！嘿，不开门，我东西砸完了，我可该点火了啊！我说到做到。我点了啊！我点了，我可真点了，点了。好一个出家人的气量，火气够大嘛！看来我真是得罪了。你们是嵩山少林寺的弟子？少林方丈来了邺城，今日上午到的。怎么刚到就不见踪影了？这正是我向住持打探的。依住持之见，邺城内有什么人跟这事有关系呢？我们刚从叶泉寺院来，寺院方丈对此事一无所知，所以我们才……你们已见过叶泉寺院方丈？有何不妥吗？叶泉寺院早被一群市井流氓出身的假和尚抢占了。寺院的长老一直寄居在本寺中。你们见的是哪一位方丈啊？我来介绍，这位才是叶泉寺院的方丈。阿弥陀佛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知道就好。
哎，这样，哎，我也不问你是谁了，好不好？就当是场误会。哎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哎，你小子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我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的弟子们会为我报仇的。哦，你说的是你那群打狗队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过是让他们哄着你玩玩，你还倒当真了？玩玩？你是谁？想知道我是谁？喝了这壶酒，你就明白了。老人家，我看你也是位高人吧？哎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和尚不能喝酒呢？哎，这样吧，你要喝就自己慢慢喝，我不奉陪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，我喝还不行吗？半个月以前，贫僧接到邀请，与2名弟子外出说法。没想到，在回来的路上却遭到一伙黑衣人的故意阻挠。徒儿们为保护贫僧，被其杀害。待我逃回寺院，寺院已被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强占了。唉，本寺其他弟子现在也全都下落不明。你身为一寺之长，自己的寺院被人抢了去，难道就甘愿听之任之？贫僧也以此为耻。曾经多方打听缘由，查找弟子的下落，但是均一无所获。此事并非看的那么简单呐。依我看，抢占寺院的人和那伙黑衣人同为一党，可能背后还有人在指使他们。就算抓回来几个假和尚来询问，也没人会知道啊。我和师父在赶往邺城的路上，也曾碰见一个黑衣人，意图加害我们师徒3人。这飞镖就是那黑衣人使的暗器。师傅，我破戒了啊！哎，是他们让我喝的。好酒，不错，挺不错的。酒喝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哎呦！我都说好酒了，你还打我？哼，准确的说，不仅是好酒，还是毒酒。我还有一事想问方丈，你是否写过一封信送往嵩山少林？一封信？贫僧没有写过任何信给嵩山少林寺。听闻假和尚中竟有一个嵩山少林的弟子。贫僧想弄清事实真相，再写信告知少林方丈，所以只是拜托住持的徒儿到嵩山少林去打听一下情况。这是在哪儿？在嵩山少林寺。嵩山少林。他是老衲最小的徒儿，至今没有他的音信。难道他还没到嵩山少林？住持可认得这衣物？是我徒儿的，是我徒儿的。
他怎么了？啊？他在去少林寺的路上遭人毒打，到少林寺时经脉已断，流血过多而死。他临终前可曾留下什么话吗？是谁害的他？啊？谁？是谁杀了他？可能是梅兄弟。佛门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这些闻所未闻的事。如果真是与你们这位师弟有关的话，你们少林拿什么向佛祖交代呀？我们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，给佛祖一个交代。如果一切的确与嵩山少林有关，自当接受处罚；如果和少林弟子无关，而是坏人陷害，请还嵩山少林一个清白。所以请求住持和方丈帮我们查清事实真相，以便公众定夺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青春年少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过，还有很多想见的人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吃过天下最好吃的东西。师父，师父，徒儿这次不能见您了。师兄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怎么还不来救我啊？他给我喝毒酒了。你给我喝的真的是毒酒？你放心，你不会马上就死，每隔1个时辰嘛，疼痛就会加剧1倍，直到你5脏6腑被毒性侵蚀，全身断裂，疼痛而死。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你干嘛要害我啊？我来跟你谈笔交易，只要你答应的话，我就会给你解药，否则你就等着毒性慢慢的发作，疼痛而死。别，我不能死，我真的很不想死啊！要什么条件？你说，我绝对答应你。先把解药给我吧。看来你比你师父要聪明得多呀。你说我师父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去见你师父，劝他答应了我的条件，这笔交易就算做成了。到时候不但会给你解药，你和你师父在邺城想怎么风光就怎么风光。我师父在邺城？哎，你把我师父怎么样了？啊？现在该从何查起呀？宋信和尚和梅兄弟，只有找到宋信和尚，才能问出指使他送信的真正主谋。你相信刚才那2位方丈的话吗？事情错综复杂，不能冤枉谁，也不能被谁蒙蔽。事情真相没有查清之前，谁都有可能。哦，对了，找到梅兄弟就可以查清整件事是否与他有关了。对方既然以梅兄弟为由，引师傅来邺城，必定会躲藏在梅兄弟周围。重要的是，先找到梅兄弟。现在看来，只能先从叶泉寺院寻找突破。三师兄，你说我爹和慧人会有危险吗？别担心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再说，就凭4师弟有一身好武功，师父不会出事的。事情不会那么简单。要是既能有事，又能无事就好了。既能有事，又能无事？你很快就会明白的。
师傅，事关重大，立刻秘密送去，千万小心，不能落入他人手中。师傅放心，弟子什么都明白。等等，拿去赌吧。多谢师傅，愿为师傅效劳。这点钱够玩几次？我说西月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一见面总是老吵呢？你们等着啊！去，你就会说一个字儿，装。我也会装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能装的。我赌瘾来了，想上街去玩几把。你要有钱就借我点儿，赢了。干什么？你不会想杀我吧？你不是就是要信吗？我给你，拿去，快拿去，拿去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啊！大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谢谢你。我刚刚把给你的信让弟子送走了。其实不必了，我自己来了。大师，请坐。不用了。这几个月来，你做方丈，还觉得舒服吧？我听大师的。你有没有忘记，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师妹，走。说，信里的内容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无辜的。你看见了？他分明是想杀我呀！你还想骗我们？我师傅他们是不是就在你们的夜泉寺院内？你们突然闯进寺院里来，师傅才知道少林方丈已经到了邺城，就派我出去送信呢。要把信送给何人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只要说出真相，我们不会为难你。我没有骗你们。师傅规定，除了给他送信以外，其他的一概都不能打听啊。你师傅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方丈。胡说！你就是假的。方丈是不是也是假的？是。他什么人？从哪儿来？我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是一个要被砍头的盗贼，是你保住了我的命，我就投靠在你的门下。是你让我假装成邺泉寺院方丈，
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。你做的很好。但是，下面我该做什么呢？我还想要你为我做一点点事情。恩人，请说。我的命是你给的，为了你，我死不足惜。我会重重的赏你。大师兄，刚才那人就使这个暗器想要杀他。就是他，刺杀叶泉方丈的，就是这种飞镖。我们进去看看，走。走！他死了，有人杀了他。嘿，带着。真死了。我们在门口没看到有人进来。我一直都没有敢闭眼睛，真的没人进来呀。看来这人功夫不低。我刚才在树林里与黑衣人交手的时候，发现那人用的竟然是我们少林拳法。用少林拳法？会不会是梅兄弟啊？梅兄弟根本没学过少林拳法，更不可能与人交手了。我觉得这一夜城里有个大阴谋，有人故意在这里制造事端，为的就是把师傅引过来。师傅会不会被他们给杀了？师傅！大师兄，要是师傅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把他们杀了，为师傅报仇。到哪里报仇啊？是谁害了师傅都不知道。师傅，徒儿没有好好保护你啊！别胡说了，你们的师傅就那么笨吗？他肯定还活着。如果有坏人把他弄到这儿来，肯定是要从他身上得到一点什么东西。师傅，徒儿自知有罪，不敢请求师傅的原谅。但徒儿已经知道错了，徒儿错在不该违反寺规，私自外出。胡说！你犯下的错何止这些？死在你棍棒下的2条人命怎么办？你抢夺老百姓的钱财，伙同无赖，抢占寺院，欺压同门，又该怎么算？种种劣迹，简直天理难容。没有师傅，这些不是我干的，真的没有。你这一路上所见所闻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我不是你的师傅，你从来不是我的徒弟。师傅，请您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少林寺的事儿。我可以向佛祖发誓。你不要再狡辩了，你赶快给我解开穴位，然后我再跟你一起到佛祖面前领罪。不行，我不能为您解穴，是因为
因为师傅，不是弟子不敢和您一起去佛祖面前接受惩处，只是我现在不能那么做，因为我要先完成一件事，而且这件事情只有师傅您能帮我。天作孽犹可恕，人作孽不可活。为师还有什么好帮你的？请师傅答应让出嵩山少林寺。西月姑娘说的对，师傅肯定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所以他们不会很快的置师傅于危难之中。在路上住店的时候，有人就要劫夺师傅的袈裟。师傅现在很危险，我们要尽快找到师傅。哎，哪里来的和尚，杀人害命，全部拿下！我们被包围了，我们是少林和尚，人不是我们杀的，人就是你们少林和尚杀的，人赃俱在，给我拿下！他们不相信我们怎么办？不能被他们抓住，他们就是冲我们来的。徒儿知道，弟子让师傅失望了，但是我被他们逼迫喝下了毒酒，只有师傅答应了他们的条件，他们才能给我解药啊！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，救救徒儿师傅！你看他坐在那里，好像真的成了一座佛，一座神，而这正是我10几年来耿耿于怀的。我为什么要恨他？我为什么要他的袈裟呢？我已经是国师了，我已经是期望高看的人，难道我不比一个少林寺方丈的地位高？不，袈裟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如果我得不到它，将是我终身的遗憾。冲出去！慧空，跟在我后面，跟紧点儿！你真的喝了毒酒？真的喝了毒酒，灌了满满的一大壶。罪过呀，罪过！师傅，师傅，您就答应了他们吧，啊，您就答应了他们吧，啊。你只要把袈裟给我，我肯定放你回去。你要知道，我这个人没有你的修行高，我要是耐不住性子，我会做出有害你生命的事情。哎，这写什么呀？通缉。这么事儿，和尚，哎呦，和尚。
哎，没给钱呢，给钱！哼！哎，你看看啊，哎，买点了啊。给。压了啊！快点啊！压了！我要大！还小不小？我要大！快！我赢了！哎呀，手气不错！别拉我！我的钱在那儿呢！不义之财有什么好贪的？走！哎呀，这都什么年月了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你这我的钱……你走。我走。我先把钱拿回来再说吧。哎，你别拽我！看你能撑多久。你不答应，也得答应。来人呐！哎，师傅，隔间有人，你小声点，我马上就为你解穴。你落死下场，一切咎由自取，休惹巫婆。应在玉堂山中中庭散穴，大都也乃容你犯下的罪。杜乃腹部应在其中关元气穴。你，你给我走，走吧！你给我滚开！你佛门的败类，师父打死你！你这个坏蛋！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把你扔在这儿，等着那个神秘的人来杀你？你们让我把那人引出来，到时候万一你们救不了我呢，我一样还不是死，还不如活着的时候好好风流快活。放心吧，我们答应的事儿一定能办到。他既然知道我和你们在一起，怎么可能还会轻易露面呢？别管那么多，你只要老老实实的照我们的吩咐去做就行了。有我们保护你，怕什么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们武功好，可是你们现在不敢露面吧？就凭这么个小姑娘，她怎么能够保护得了我呢？能不能保护你，到时候见。到时候见，哪儿见啊？阎王殿里见。就像那个梅兄弟，谁信他谁倒霉，吹得大，屁功夫都没有。你寺院里那么多人跟梅兄弟学功夫，怎么就你一个人说他不行？合着我一个人，谁看不出来他狗刨那几下啊？大伙儿啊，哄他玩呢。说你为什么要哄他？是师傅让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个收信的神秘人，肯定就是背后的主谋。只要找到他，我们就会真相大白。我们一定要找到神秘人，早点救出师傅。哎，我都累了一天了，你说这又累又饿的，你给我弄点酒喝，怎么样？弄点酒，喝酒？你喝不喝？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我饿死了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饭吃啊？走，你别推我，走。四师弟，这么多人啊，那我就不用凑热闹了啊！我到伙房找点吃的去啊！四师兄，慧空，你受伤了啊？没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师傅呢？师傅在哪儿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爹呢？哎，师傅，你使劲骂我，对，越大声越好，使劲骂。又要在我面前装死，
为师不想再看见你，最好赶快的离开。你这个坏蛋，你不是佛门弟子，你给我滚开！你给我滚开！为师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你就这么狠心，眼睁睁的看着弟子被人毒死，你也不管？师傅，弟子最后再求您一次，只要您答应了国师的条件，我就和你一起回少林寺。您想怎么惩罚我都行。你不必再费口舌，说什么我不会答应。我就算死在这里，慧人、慧远也会来给我收尸的。师傅和慧人遇到一伙黑衣人的偷袭，师傅为让慧人逃脱，故意把他打落山下，自己却被捉住了。又是那伙黑衣人，这一切分明就是他们搞的鬼。在这邺城，还有谁会和我爹结仇？师妹的意思是，一定是那狗皇上高阳要斩草除根，了却心头之患。可是，依据高阳暴虐的性格，他完全会率大军踏平少林寺。师妹，以老衲之见，大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方丈言之有理，我赞成。还请师妹以大局为重，以慧弩、慧空继续坚守邺泉寺院四周。我和大师兄还有慧人，尽可能在城内外查找一切线索。你来邺城究竟是为了你爹的安危，还是为了一己私心？我有机会杀掉高阳，既是为我爹，也是为我自己报仇。师父可不是这样希望你的。仇恨是埋不住的。仇恨是埋不住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不行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得上茅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呀！等着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太好了，我就害怕一个人去茅房，又黑又臭的。哎呦，要不你和他去一趟，免得一会儿担心尿床。就算尿床，那也是明天的事。你是师兄，理你去。哎呦，要去快点，我一会儿就好。哎呦，那就快去快回，不许耍什么鬼花招。哎，好好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呦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很明白。我知道你要杀我，你们不杀了我，你们是不会甘心的。我今天不是来杀你，是主公要见你。啊？就是那个黑衣人，
我每次都被他吓得半死。我不见。这次他不想让你死，他要见你。我只是个送信的，我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想活命。我求求你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见了主公再说吧。我们走。走。你别推我！你放手！哎呦！这件事果然如你所料，很有背景。可现在的情况，比想象的还要复杂。这件事肯定和高阳有关。师傅，是不是被关在这里啊？哎，你们看。你以为那天是和尚救了你吗？是我故意放你一马，我想让你死，你就活不成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活着吗？不知道。我想让你留在那群和尚们中间，因为我想知道那件袈裟是不是在那群小和尚手里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他们的师傅在你手里吧？你没必要那么聪明，会惹祸上身的。你又太明白了。说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件袈裟在哪儿，不过他们有一个和尚叫慧仁，身上有一个包裹，从来都不离身。我想，那袈裟会不会在那包裹里面呀？他们住在哪儿？报。主公，齐王召见。齐王这个时候召见我，干什么？哦，皇上，小心啊！皇上，哎，小心，这边来，快！皇上，啊！皇上好兴致啊！师兄，我看我们还是分头找吧。这么大个院子，到天亮我们也找不完呢。好，大师兄，慧努慧忍，你们
往那边。我们3个往这边走。3台构木，高27丈，2间相距200余尺。平时就算工匠上访，那也得身系绳索，慢挪前移呀。皇上您却是，只要兴起，便能趁酒劲在殿尖上快步如飞，如此潇洒自如，佩服，佩服。国师，行了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国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一接到皇上的传讯，不敢怠慢，就立马赶来了。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皇上给我如此多的恩惠，我当然每天都在为皇上念经求福啦。我可听说少林和尚在京城里闹事，还杀了叶泉寺庙里的方丈。我原本想瞒着皇上。什么？你还有什么敢瞒着朕的？少林寺方丈来到了京城。那不是你的师兄弟吗？是，但也是皇上您的熟人呐。谁？吉晨光。吉晨光？那个神威大将军吉晨光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微臣正在四处打探他的下落，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皇上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吉晨光竟然还活着，我真想会会这位老朋友。既然师傅这么无情无义，那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弟子吧。滚！来人！你给我滚开！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师傅，趁外面没有人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师傅，您就再相信弟子一次。在这等着。哎呀！快说，我师傅在哪儿？到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骗了我们，我杀了你！我真的没有骗你，刚刚他们还在这里。少林方丈呢？师傅，您还是和我一起回叶泉寺院，那里有我的一些徒儿，他们会保护我们的。不用，既然是在山坡与他们失散的，那我就再回到那边去找他们。哎呀，师傅，那帮人就是在那儿抓的您，您再逃回去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撤！赶快到这边来！跳！四处搜一搜。是。快，撤！走！没有啊。跑哪儿去跑了？哪儿去了？再搜！往那边看看。你想逃？师傅，反正我已经
经喝下毒酒，早晚都是一死。师傅，你就别管徒儿了，您快逃走吧。不行，我愿以死保护师傅。不行不行，你快走吧，快走！你，哎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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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犯了什么法了？你们这么多的人，给我一个啊！好点！你们以大欺小，以多欺少。你给我少废话！少林的老和尚哪儿去了？老和尚？哎，这哪有老和尚？哎，我看你面相发黑，双眼浮肿，怪不得你眼神不好使啊！哎，这里明明只有一个年纪轻轻、英俊潇洒的小和尚，哪来的老和尚？小和尚少给我啰嗦！刚才我明明看见2个人往这里跑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是。哎，等等。哎，你真的看清是2个人跑进了树丛里啊？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哦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哎，我也觉得我背后一直有个东西在跟着我。哎，一回头又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树林里有鬼啊！哎，树林里有鬼，有鬼啊！树林里有鬼啊！哎呦，这真的有鬼啊！哼，就算是妖魔鬼怪，见了老子也要怕3分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站住！来啊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，站哪儿跑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站哪儿跑？站住！站住！来呀！快来呀！哎，快点过来啊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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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跑哪儿去了？哼，小兔崽子，跑哪儿去了？给我搜！是，好，去搜！这边，就走，来，到这边。跑哪儿去了？小和尚，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！哪儿去了？出来！仔细搜。好，这边。这。出来！我看见你了，出来！快出来！哪有动静？过去看看。好，就。哎呀！快点，在那边！小兔崽子！嗨呀！小兔崽子，你找死你！又跑了，走！没在这儿啊！跑得倒是快，再搜，跑不了。哎，快出来！出来！呀！哎呀！给我拿下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本事！哎！
哼，小兔崽子，这下没招了吧？我还有好几招没使呢。来，再来！嘿，小兔崽子，嘿，住手！师傅，老衲在此。师傅，你们放了他，老衲跟你们走。我们就是不放他，你也得乖乖的跟我们走。上！哎，你们混蛋，有种的冲我来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哎！哎！哎，师兄，见到你可真高兴。别高兴的太早了。不要追了，我们赶快回去。国师，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啊？皇上在吗？你找皇上，是不是又要搞什么阴谋啊？常山王爷，您怎么这么说啊？国师，宫廷里面不是你能玩得转的，小心把自己玩进去。谁玩谁还不一定呢。哦，阿弥陀佛，方丈能平安回来，大家也都多谢两位方丈。请。请啊。师傅，师兄，你还有胆子叫师傅，还敢叫我们师兄？我早已发过誓，一定要狠揍你一顿。三师弟，三师弟，哼，三师兄，你干什么要揍我啊？我违反了寺规，自然有师傅按寺规惩罚我，你凭什么揍我啊？再说了，我又没闯什么祸。哼，你还想抵赖？敢做就要敢当，主持的弟子就是被你用打狗棍打死的。还有，客栈里的老板也是你和你的那些徒弟们害死的吧？你还敢说不是？你身为嵩山少林的弟子，却不懂得维护少林的名誉，竟带着那些地痞无赖，抢占了我们叶泉寺院。在邺城周围100里，作威作福，欺压百姓。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师傅，我没有做过，这与我无关啊！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？如何证明与你无关？
你们说说，朕这皇帝当的怎么样啊？天子之下，帝王之气，我大齐皇上英明神武。英明神武。那这天底下还有人敢跟朕作对吗？民心所向，万民归一。撒谎！在朕的眼皮底下，竟杀出一帮黑衣人来，分明是与朕作对。朕让你们查，你们查出来了吗？皇上恕罪，下官正在加紧追查此事，虽还没有全部查明，但也搜集到了一些消息。那些黑衣武士个个武功高强，善使兵器。放屁！这也算消息吗？这本来就与我无关嘛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这不关我的事。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大家都冷静点儿，总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吧。梅兄弟，把你离开寺院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原原本本讲出来。我离开少林寺以后，就一路来到了邺城。我本打算多玩几天，消了气就回寺院的。哎，没想到游逛到邺泉寺院的时候，正碰上这里的官兵在抓和尚，我也被抓了起来。你是说邺泉寺院的和尚是被官兵们抓起来的？对，听说他们犯了谋逆的大罪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为了逃命，就告诉他们我是从少林寺来的。哎，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给放了，还了我的打狗棒不说，还请我到邺泉寺院教新收的徒弟练武功。就你那点本事，还有人拜你为师？说谎也不动脑筋想想。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，认为我没有本事，所以我才想做一番大事业，给你们看看，我梅兄弟也要为少林寺立一份功劳。你的功劳是不小，如今少林寺出败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少林寺的名声被你彻底毁了。不要再说了。关于这些事情，是不是与他有关，还要等查清楚再说。师傅，您不能再心软了。梅兄弟被人下毒了，而且刚才他还救了为师一命。3天之内，要是再查不出来，朕就将你们扔到大锅里煮了，还不快滚！请皇上息怒，臣有意就不要再追究下去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赶回少林。回少林？大家这么拼命救你，你却不打算查清真相，就这样回去？否则的话，会有更多的人受牵连。退避三舍，唯恐惹祸上身。这不应该是你呀，西月，你应该离开这儿。离开这里，你的师妹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师傅的话你要好好琢磨琢磨。是我父亲让你跟着我的。师傅他希望你回嵩山去。谢谢啊！弟子明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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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他们杀进来了。啊！
就算你是皇上，佛门净地，岂能容你滥杀无辜？滥杀？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，朕就喜欢听这个词。谁要是敢拦朕，朕就杀他；谁要是敢违抗朕，朕就会让他死有余辜。老衲倒要请教皇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何要抓走我叶泉寺院的弟子？朕做事从来不需要理由，抓几个和尚算得了什么呀？只要朕愿意，就算烧了所有的寺院，杀光所有的和尚，也不过小事一桩。做梦！佛门弟子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这个惠奴，不要莽撞。好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阿弥陀佛。就为了你这句阿弥陀佛，当年你竟敢背弃朕，现在难道还指望他能救你的命吗？你站住！难道你一点没看出师父面对你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全家上下30几口人，一夜之间全都死在你面前，你当时心里有多害怕？那种情景，你一辈子都想象不到的。我都明白。我用不着你同情我，更不需要你故意说出这4个字来安慰我。说不出来的痛苦，才是最需要独自承受的。我理解师父的痛苦，更能理解师父选择放下报仇内心承受的煎熬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这是仇恨。我知道，我也曾经想过放下仇恨，可是，一回到邺城，我就是想报仇。除非杀了那狗皇帝。